又係同大家自費實測食好嘢嘅時候啊！歡迎收睇利安食道 Leon Food Channel。正所謂一生人啊，一定要識翻3幾個黃人仔，為嘅係咩啊？就係為咗得閒可以嚟下黃人舊生活呢度食下晚飯啊嘛。首先要喺呢度特別鳴謝呢位黃人舊生，多得佢嘅帶挈啊，連埋今次我係第5次嚟到黃人舊生活呢度食晚飯咯。講真，呢度嘅出品真係唔差嘅。前4次嚟呢度冇拍到片，實在可惜。所以今次嚟到呢度一定要拍低佢。呢一個又神秘又神級嘅中菜廳，究竟係點嘅呢？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 我哋一齊去片。今晚我哋一圍台一行12人，連同甜品總共有10個餸。首先俾大家欣賞一下呢一張寫到龍飛鳳舞嘅菜單先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烹調呢一味筒蠔，步驟都唔少。首先係飛水定型，防止蠔身出水，然後上乾粉，快炸至金黃，再用洋蔥起鑊炒香。最後將筒蠔回鑊，加上桂花糖漿，快兜上碟。呢度嘅做法正統，蠔邊好脆，蠔身亦冇出水，隻保持大大隻，冇煮老，冇縮水，入口好 juicy。不過今次嘅桂花味好似唔係好足夠，同埋相比之前幾次食嘅係金蠔，唔係話今次唔好，只不過係金蠔嘅味道始終較為甘香。豬手就咁炸其實好難熟，所以一定係預先用南乳汁炆腍炆熟後再炸。豬皮超脆，就算隔一輪夾第2嚿食一樣咁脆。南乳味香，肉質幼嫩。我手上呢一嚿係豬腳中嘅極品4點急嘅部位，就算用手搣啊，都可以輕易咁樣將佢骨肉分離，足證夠腍唔黐牙，水準甚高。佛跳牆係呢度必點嘅名菜，大大中圓中上，氣派十足。揭開肉扣子，打開煲蓋嘅時候，立即香味四溢。呢度嘅佛跳牆用料都相當豐富，一串串串好嘅新鮮鮑魚，好有睇頭。魚翅大大塊，我哋一行12人，目測每人起碼可以分到3兩次。冬菇、老雞係其中味道來源之一，而更加重要嘅味道來源就係來自呢一嚿火筒。火筒係金華火腿最靚嘅部位，有肥有瘦有皮有筋有骨髓。燉煮出嚟嘅湯，一方面既帶有鹹香肉香，另一方面又令個湯變得黏口有厚度。要嚟做燉湯就最適合不過。其他材料仲有雞腳同埋豬蹄筋，同樣為呢個佛跳牆提供黏口骨膠原嘅效果。食到最尾先知，原來仲有瑤柱，真係寶物沉歸底。成煲佛跳牆認真和味。經過幾個鐘頭嘅燉煮，理論上所有材料嘅精華其實都已經走晒入個湯入邊。唯獨係呢一個火筒，曾經有試過現場食唔晒，有朋友打包翻屋企，第日自己煲湯，效果同樣美味，證明呢一隻火筒堅係猛料。今次係第一次食呢度嘅班腩，上台撲鼻而來嘅係美極鮮醬爐嘅味道。我係美極嘅 fans，呢碟魚我嚴重偏愛。班腩上粉炸好撈起，以薑、蔥、蒜起鑊。跟住加入炸好咗個班腩，蘸酒加生抽，美極快炒，埋個薄芡就搞掂。魚身嘅外表保持適當嘅脆度，內裏潔白軟滑，美極生抽紹酒味超香，整體發揮一流。呢個班腩係今晚除咗佛跳牆之外排第2我最中意嘅菜式。用嚟浸時蔬嘅湯雖然係異湯，但係經過蝦乾、金華火腿同埋鹽嘅加持之後，又出奇地變得幾有味。菜心本身好甜，
浸得夠身。而呢啲嘅沙爆肚當然係最足嘅受惠者，可謂盡吸湯汁精華。高蟹兩大隻放面鋪喺肉餅之上，包上荷葉蒸，荷葉香絕對不缺。肉餅比例6瘦4肥，柔軟香滑。整體蟹膏都好飽滿，可惜有少少蒸老咗，導致蟹膏變硬，蟹汁亦滲透唔到入去肉餅入邊。要做得好呢個菜式，可能真係好有難度。至少喺香港，我真係從來未食到過咁樣嘅方法蒸完出嚟，認真好有蟹味嘅肉餅。大家喺香港啊，有食過邊度真係好食嘅蟹蒸肉餅嘅菜式？不妨可以留言講聲俾我聽喎。呢味焗蝦放上台已經好重胡椒味，加上大量白胡椒同埋新鮮嘅藤椒做伴碟，椒香更為強化。蝦身沾滿椒鹽，好惹味。比起之前幾次嚟食，味道偏甜嘅陳皮蝦明顯優秀得多。蝦頭爆膏，蝦肉彈牙，蝦身炸得啱啱好，蝦殼極脆，連肉帶殼一齊食，絕對冇問題。呢隻雞係新鮮雞，有大量雞雜為證。雞肉緊熟，雞髀骨中間上隱約見到少許血紅色。雞胸一啲都唔粗柴，浸煮時間控制得幾好。不過味道方面就稍為缺乏，就算點咗汁都係冇乜味。我嘅結論係可能冇落鹽。印象中之前喺呢度食嘅炸子雞好似好味啲喎。今餐嘅單味係一個潮式芋頭炒飯，上台已經好香鹹香味，似乎係大地魚同埋魚露嘅功效。入口隱約仲食到少許蝦醬味，真係香上加香。主角芋頭切到細細粒，同蝦米仔嘅比例大概係咁樣，超考刀工。蝦米係炸過嘅，粒粒卜卜脆，不過今次就似乎大火咗少少，炸到介乎焦香同埋就嚟幾乎變燶嘅程度，真係一線之差。儘管如此啊，飯本身都係炒得粒粒分明，而且通爽透，碟底又冇多餘嘅油份。如果唔係個蝦米出地時，絕對可以俾佢99分。生磨腰果露湯圓，腰果露打得非常絲滑。湯圓係芝麻湯圓，咬入口個糯米皮比較厚，有啲太韌。不過整體嘅味道唔係咁甜，呢個都算幾啱我口味。報一報個價錢俾大家參考，今晚10道菜免茶芥免加1，成為9200大元。今集嘅介紹就嚟到呢度，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，請你幫手俾個 like、comment、share、subscribe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